年紀大咗，人開始會諗，唔怕走，就怕走得唔安心，怕無交代，怕後人揾唔到位拜你。你又有冇諗過，自己走咗之後，想點樣被記得？想俾人拜，還是被人忘記？其實生死只係人生嘅一部分，有始有終，先叫完整。而骨灰龕唔只係一個放骨灰嘅位置，佢代表住你嘅存在，你嘅故事，你對家人嘅掛念。每日香火供奉，誦經祈福，唔只係儀式，係幫你積福，亦係幫你嘅下一代攞庇蔭。放喺校園地宮，有尊嚴，有清靜，有傳承，後人嚟拜，你有位座，唔會流落無名。要學識安排自己最後一程。一個好嘅骨灰龕唔係買位咁簡單，係幫你守住香火，幫屋企積福報，一念安心，一生圓滿。